各位婦女節快樂啊！今年嘅300婦女節咧，工聯總會啦，同埋工聯嘅婦委咧，我哋都做咗一項嘅調查研究嘅，就係關於咧我哋本澳婦女嘅生活同埋就業狀況。咁今次嘅數據咧，我哋訪問咗970個嘅女性啦，咁當中咧其實有近80%人咧，佢哋係有正常就業，又或者係待業當中嘅。咁亦都有近70%需要咧照顧屋企嘅未成年子女啦，或者長者。可以睇到咧，我哋澳門嘅女性咧，其實喺家庭與事業方面咧，責任好重，承擔咗唔少嘅壓力嘅。其中咧，佢哋都提到啦，喺生活壓力嘅主要來源咧，其中有77%嘅受訪者咧，佢哋係來自於經濟嘅壓力，亦都有唔少比例咧係關於照顧家庭同埋健康方面嘅壓力嘅。所以希望特區政府咧可以更加關注我哋澳門女性嘅權益啦，包括支持我哋嘅全職媽媽再就業，或者一啲中高齡嘅婦女，咁制定一啲政策咧，確保本地人優先就業啦。同時咧，亦都要完善勞動關係法，尤其喺鼓勵生育方面咧，我哋應該要透過政府嘅支持同埋津助，支持企業咧去推行我哋將法定嘅70天產假咧變成90天，可以令到我哋嘅懷孕婦女咧有更好嘅休息。咁亦都咧期望特區政府可以推一啲育兒嘅津貼啦，減輕家庭方面嘅負擔。咁最後咧，唔少嘅婦女咧都會提到，無論喺教育子女啊，或者婦女嘅身心健康方面咧，希望社會都可以多啲關注，政府推多啲嘅相關政策，讓到佢哋咧可以更加咧發揮佢哋嘅婦女力量，亦都同時咧兼顧照顧屋企嘅。